今日嘅午餐有幾個骨、肉餅同埋啲菜。咁今日就係批灰嘅，都拍過好多集，不過都係做泥水，每日都係做呢啲嘢，都係邊做邊學緊，仲有好多進步空間。不過唔緊要嘅，大把時間學，最緊要都係畀下心機。輪到個底啦，掃一掃水，乾一乾面，等佢睇落去滑啲。呢度都順便補一補，咁就完成啦。